经典的艺术家、经典的作品、经典的电视呈现，让我们一起共享经典。欢迎您准时收看由七彩戏剧频道为您推出的《经典回眸》栏目，我是主持人钱云。1985年12月，上海越剧院、上海滑稽剧团、上海评弹团首次合作组团，参加了由香港市政府主办的中国戏曲汇演。此次赴港联合演出团由3个剧团的24名成员组成。在团长吴云甫、副团长刘珏、童双春的带领下，演出团为香港观众带去了越剧《赖婚记》、《红楼梦》葬花、《红楼梦》焚稿、打金枝、滑稽独角戏、新老法结婚、南腔北调以及弹词描金凤等。在圆满结束这次赴港演出后，联合演出团呢受到了大舞台节目的邀请，将此次活动中的部分节目为家乡人民做了一次精彩的汇报演出。我们来分享一下。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是刘珏同志，他是上海越剧院的著名男小生，我想喜爱越剧的观众一定非常熟悉。现在呢，他是上海越剧院的副院长。这次去香港演出团呢，他担任领队。听说这次他还担任节目主持人，是吗，刘珏同志？介绍演员，介绍节目。所以我们这次呢，就请刘珏同志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去香港演出的情况。阿拉这次呢是香港越剧票房邀请，参加1985年的中国戏曲会议。伊拉呢每年要举办一次中国戏曲会议，是吧？这次阿拉是辣去年12月19号到22号参加伊拉85年的会议。那么阿拉带去的是上海、浙江、江苏的湘银，所以呢，香港同胞呢，邪气亲切讲，那带来了湘银，留下了湘银。那么这次演出呢，可以概括为5个字，是湘银传湘琴。第一趟我就到香港去，滑稽组讲起来这是第一次，搿个心里想呢是非常之个这个激动，看个这个观众侪多。单单讲香港这个大会堂啊，1480位置全部爆满。本来伊拉上头不开的，搿趟我们先演出，连得上头座无虚席。搿个你心里想是自家是不是我激动了？那么顶顶激动了，头日夜戏完结，好了，帮了进来种个烤热个老太太。哦哟，先生这先生哎，交关日节了哦，阿拉没听到那声音了，哈哈，交关香呐了。哦，讲老太太，那啥地方来？阿拉台湾来了。阿拉坐飞机来看个哦，哦哟，激动得不得了！我讲，那到内地来观光，要啥辰光来就啥辰光来，啥辰光去就啥辰光去，交关便当了。有辆为了点节目了，有点那人不矛盾的要创起来，然后再拥挤创起对吧？伊拉为点唱，有两个字，有一个碰上已经28年了，28年没碰的，有一个是这个已经83年了。是呀，84，喂，我那娘不都做梦的吧？啊，那83年。38年，这次去香港演出大概盛况空前啊！这是，阿拉情况讲的差不多了，后头阿拉就汇报节目吧，好吧？我想观众也一定等急了。一上来大概就笑着，因为啥天呢？两只面孔比较熟的，烧过的，见过啊！哦，有里向见过啊！面孔摆了有里见啊，侬当然有凳子啊！电影电视里经常看见的。哦，讲闲话要掌握心理呀，因为我们每个人呢，侪有一种美好的愿望。我们讲些激励闲话呢，侪是鼓励对方去达到搿些愿望，所以大家听起交关开心。我们讲闲话掌握心理以后还不够，还要掌握多得是少的关系。啥个辰光应该讲了多，啥个辰光应该讲了少呢？譬方讲，我们夫妻生活了一道，对方面的做错子一桩事体，这个辰光侬安慰的闲话要多，责备的闲话要少。这样子夫妻能够加强感情，加深了解的。真啊？我不大相信。不相信啊？现在我算侬爱人了。来了大扫辰光，不留心那块大玻璃敲碎了。不让干。什么的？哎呀，上次不好嘞。哪能的？我不留心那块大玻璃敲碎脱了呀。一块玻璃敲碎的。那哪能？侬这个脚有敲痛吧？脚没痛，我心痛嘞。哦哟，心痛点啥呢？一块玻璃呀，搿么敲碎就敲碎了。妈妈打的了呀。哎呀，这块玻璃不好派用上的呀。早上起个面孔侪像哈哈精神讲的，
像侬这面孔脏登登、福哒哒的，早上起这面孔扁塌塌，像大坏脱个鸡蛋糕这样的。搿么肉麻不啦？哎呀，这个叫旧的不坏嘛，新的不卖呀。哎，侬搿句话讲了一眼勿错。旧的勿坏，新的勿卖。里向还有2块旧玻璃，我一道敲敲才算有了。啥就专门敲玻璃，人家当神经病的呀。我特侬打打牌的。跟我晓得的呀。那我也勿舍得敲。可是呀。青春，青春倒是无法搞嘛。侬对我真好，晓得我头发少，买无法搞拨我戴。侬对我真好。哎呀，谢谢侬稍微做人家点好吧？208斤扑上来，我哪里吃得消呢？开心吗？开心啊，开心啊！哎，不过么子靠山大，搞两句嘛应该的。责备闲话多了，矛盾要加深了。那不一定，不一定。那么现在我说侬爱人，好的呀。我不当心了，冲开始辰光，砰一声热水瓶把我爆碎掉。有啥个声音啊？哎呦，毛头娘，不好了，不好了！哪能啦？一只热水瓶把我敲下来了。哎呀，侬哪能会得敲碎脱个啦？搿不瞒我讲了，我给人笨手笨脚个啦。侬手笨嘛，人活个呀。人啪啪交关活了，叽叽嘎嘎侪会痛个啦。那么好嘞，每日天敲30，一个号头敲30、30，我马上来不及啊。跟我下趟当心点好呢。当心点好嘞。好，好，啥开心啦？么子靠山还介开心啊？那侬还好唱嘞呀？啊？热水瓶靠山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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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靠山了，热水瓶靠山了，靠山了。神经病！这个会得唱起来了侬啊？搿啥侬呢？猛叫我去买一只好那个好吧？哎呦，侬钞票多嘞！搿啥嘞？搿已经考下来，搿啥了？啥的，么子靠山侬还介凶啊？搿啥啦？考我只热水瓶耶！总不记得我犯法了该了？侬是犯法了，犯守法了？犯家法！侬啥的？侬当伊老婆管侬啊？羞说法，别头耶！说他这配也配不着个。家法家么是共同创造起来的，有侬一份，还有我一份哦。照侬干嘛讲起来，下趟我还要考嘞。侬管有说不可以啊？旁边还有一只热水瓶，马上靠崩起。砰！好起来，刚刚不流行讲，现在成新讲，侬会得靠热水瓶，我会得靠大浴缸。侬咕噜咕噜咕噜。啊！如果考我了，好，侬靠大浴缸。我管死了吧，吃了快了！哎呀，侬拿我这喇叭敲碎得了，我拿侬这彩电也敲得。啊，咕咕咕咕，颜色没了。好，侬不帮我看颜色，我帮侬看颜色。我拿体操脚踏，咚咚咚咚，我出2头，嘎嘎嘎嘎。我叫地板，砰砰砰砰，咕咕咕，砰砰砰，嘎嘎嘎，咚咚。那比世界大战的。带去乡音最多的恐怕是评弹了吧？哎呀。因为香港平台听众比较多，这个呢，我到张日军呢已经是去了3趟了。哦。过埃次越剧滑稽平台呢，连一次还是第一次。埃次你等于30拼本啊，是第一次。伊拉蛮欢迎的。那么留下来我到刘院长呢来演出一叫阿叔平台。哎，只有阿叔宾馆哪有阿叔平台的呢？搿平台嘛，老听众侪晓得，要45分钟一回。那么因为这个大舞台弯弯的时间关系，上头45分钟了。人工10分钟，上头我们演一路叫阿叔平台。戏湾那从苏州到河南去投亲，都比较海呀。说的是杀人凶手呀，偷赃过办理私人，今两道做了今朝帮到法场里杀头，还有今朝个大教堂神水神海，神团济济，打开来看呀，这3号子作业有人海底呀。马上就要深受遗弃，不晓得今朝法场里向有4000个靠旁人，啥等样人啊？你都是金鸡岭凤凰山的绿林英勇好汉，做啥来接法场？来军内是回来嘛？那内当中一个漂漂亮那个姑娘，10条不散，白头白发，浑身消服。那是标致面孔为还大汉，高你个漂亮！哎，你说真有一句话呀，在11天到3分汗，你倒是10分汗，高你个钱！那么各位小挑啥等样人呢？
其实金鸡岭凤凰山的女大王叫董水晶，那做啥？举世为来啊！搿么现在打世为来啥关系呢？现在个娘已经死了异乡考题，世为来就是30两银子，马过生的。世为来谁里多恩公，恩公要杀头了，就来揭发他。现在今朝办的是恩公世为那个未婚妻，那天看看你啊，结结滴滴。最起落来嘛，3月身体，4月1，有可能像根杨柳的。实际上兄弟一马一条枪是非富莫得。现在辰光差不多了，小姐进秋子啊，要去祭奠一番呀。老百姓在那喊啊，喜回来，对来起来，你都搞笑了济南在，快点夫妻帮对吧？哈！莫装装可是个废人，听见老百姓喊，说喜回来你都搞不来济南在，心啪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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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啪，跳到一个喉咙口跳不出来。这个废人不是喜回来呀，是喜回来的结拜兄弟叫金继春，把喜回来调给侬阿哥调出去，把我阿哥到外头去想办法。结果喜回来发来，金梁斗争，经济城是对帮发展的。现在听见啥么子？喜回来个老婆来讲，叫色色来着，那么经济城这个人，别呀唔少非不色色看穿吧，我是搞路线啊。经济城现在如果窟窿头，晃荡起来，眼睛张开来一看，只看见自家门里举好个八头八扎漂漂亮的女子，啥啥。带你看看啥啥，我不是喜回来啊，我是金继春啊，我是高南西要来看州帮飞翔，我是为之报恩啊。东山金三家心里向还慌得不得了呀！想恩公啊，我不是鲜肉菜哦，我是东山金哦，我是高南西要来看州帮飞翔，我是为之报恩哦。两个侪是高南西呀，一个不是喜回来，一个不是鲜肉菜。上了挨一段时间，高夫妻相会，金继春眼睛闭拢，头爷爷一语不发。谢家对阵子恩公看看，想恩公啊恩公，我有不不傻傻的闲话，从何说起哦？我是说不出恩公。
辰光差不多了。江头是那个老大王，如果不知旅行炮回到半空当中，一声巨响的中有击发人，如果被官兵我是七彩开过相逢，废人一个江头对我有种悲伤两头一动，小下个匹马打过来，给条枪攻过来，请小姐上马。真的是谢家，许诺卷我过，忙着腰里向一声啪，飞身上马，随着梨花上枪，黑上孩子们在屋来，手没手起个扎手，那个匹马个林中马浪向扎牢，嘿一领，你还上一领啊，个匹马马随身路将，唰！请看何一只节目啊，三弟，这是干嘛？你们这是小人都是帮忙，真不成硬劲的盯牢我不放呀！请侬帮忙。保养节目了，就是侬晓得吧？两位老师已经在那排练节目了。哦，他们演什么节目？这是？这只节目非常精彩。那个名字叫还是你们两位老师自家讲的。老师请我。你刚刚的确是辣排戏，辣排啥么子呢？是排一只叫丁波。哎，啥叫啥丁波啊？啊，这个丁波啊是这个切头，是从的旧上海啊，就是为上海滩的搞花子讨饭的一种形式。哦，丁是丁牢侬，波是铜钿，这个切口，铜钿叫波，丁牢侬讨铜钿是叫丁波。哦，那么侬碰上这个搞花子下来，侬有得苦了。啥的啊？哎，侬只好拨伊铜钿，侬假使不拨伊铜钿了，一长年都会得盯下去，盯到侬吃不消。所以搿种闲话了，我真的不相信的。这硬劲盯下去，我这个人想去跟。假使我碰上搿种比赛，我是定金不拨了。啊，哎，搿么来试试看好伐？哎，我现在是算比赛啊。啊，比赛啊？哎，我去打班。我打班。否则不是样的，人家当初我对大学教授了。哎，一个比赛，一个老板了。那么周伯成做比赛比较强，我做老板比较强。我派头好，漂亮。周伯成生得来石头狗脑一种。比赛强。先生开金龙手，年纪活到99。来上，99。我要活到108岁啊！先生穷靠富，富靠天。我靠天吃天落水啊！先生小船靠大船。搿么大船靠啥呢？靠冰开咯。不要被上翻脱啊！先生望侬手脚清洁，望侬长命百岁。用不着拍马屁的个，我上年医学学问，日日打补针，当然长命百岁。先生命中天暗中来，侬拨我铜钿，侬不吃去。啥个闲话？不知侬铜钿已经吃去了，不吃去，我老句。先生，侬偏是多吃一根香烟啊！香烟你我顶不吃个。先生，侬偏多吃一口老子。我血压高不吃个。好了，不要，跑开。先生，不论侬100、200、300、500，侬拨我600块，今朝让我吃碗大肉面。我有这个比赛口气得动的，侬为啥非要吃面呢？因为我今朝生日。哦哟，老寿星，我想中啊！哎呀，老寿星啊！我来等侬啊，什么谢谢？哎，先生，我是跟侬讲笑话，打棒，让侬开心。跟侬比赛讲笑话倒霉了。先生，朋友多一个好一个，冤家少一个好。侬讲啥么子？朋友，我个朋友侪是大老板、老太阳。比赛个朋友倒霉了。先生，满碗饭好吃，满口闲话难讲。哎，
有种有家当的人碰着三上天火两上人命，日里讲到枪，夜头碰石头，家师傅举报跟人逃走，自家风瘫困了床上，做比赛也没资格。哦哟，师傅都懂的呀，我晓得的呀。侬来走我啊，走我风瘫，对吧？嘿嘿，不要紧，风瘫有啥道理？我情愿上眼，不侬，试看。哎，先生还杀了2斤多，杀了1斤。没个，稍微多不点。哎，不能去，哎呦，侬稍微慢眼，先生。侬搿样子我吃不消了。哦，搿样子我手机扑怕了顶侬的。喂，稍等，侬来做强盗是吧？先生，侬跑得介快啥体？我见侬哈。先生，侬见我比赛哈没啥道理，侬见那爷哈，侬倒比小子。好，现在讨我便宜了。哦，先生，台里莫有莫义气，我到今日。没个，哎，我真正倒霉，我自家懊恼。我懊恼今朝不如自办汽车出来。侬啥体不如呢？那讲不能听是无所谓的。开汽车行业要加工的啊！说的加工的我加不一样，我定期不加，伊不开喇叭。我自家开了，自家开。不信搿场那比赛呢，还是靠着光啊。搿么侬坐公共汽车？昨天碰到3只手。搿么坐电车？要坐电车啥个？搿黄包车？要翻身翻啥个？搿么蹲辣屋里坐。我又不是吃官司。搿么侬出来散步？嘿嘿，喏，所以今朝3步碰上侬这个比赛，出眉头啊！哎，这个是对侬名利指定的。哎，我对侬随时有啊。哦哟，搿么你几时结婚呢？搿么改定黄道今日辣国际饭店办个演出形式。搿么现在㑚妈到底答应伐？老实讲，伊勿答应，我怎么讲拨侬？好，搿么妹妹侬来搞啥物事讲？讲笑话。啥个能开始？先生，侬摸看到底有不着摸得来，我没呀，可以勿啦？搿么侬真正没的，对伐？侬早点回头，我辣南阳江时好回头。我现在走到大世界了，我现在顶江了。好极了，你得顶江了，我也龙江人，侬顶好了，谁顶了？哎，先生，侬真的有伐？真的没呀？那种真的没，阿拉做生意硬往来些，货价不退货为样定位。侬顶转去，大家没事。定位是定位，有啥道理啊？啊，数字啊，通过定位是定位好了，啥天啊？请侬打气了。打气了好了，定位好了。啊，比赛走好。侬来讲啥么讲？比赛走好。那我刚刚叫侬老板个。啊，这个还叫问啊？那好。这是啥个闲话？好，老板真好。掉头。老板开金融手，年纪活到90了。我做配5间房子造了一道苦相。老板小船跑的。哎，碰着侬是错。哎，命中你要4块了，我啥地顶不顶位了？侬现在顶伐？的确不顶。不顶钞票拨伐？不拨。不拨么？我再顶。我顶好了，有啥道理？喂，侬顶帽子会得嘞？要4块出眉头，戴比赛帽子。哎，搿顶帽子乾隆手。还是越来越僵人。哎，我也是我僵人。上趟有个朋友不拨同理，我顶到伊苏州了。没关系了，我今朝不拨，随便侬顶到非洲，没关系。哎，根本不要抱歉，侬到底真的没不拨，还是得我打棒不拨，还是肉摸摸心心开心？啊，侬到底不拨？我为点啥子侬比赛心开心呢？没钞票不拨，可以吗？可以的，可以的，蛮好。侬没钞票了，老实讲，侬这个派头交关大，侬辣前头走了，跟我这个地位两样，对吧？我辣后头走，就没难为情这个闲话啥个闲话呢？前头走头走不是一样吗？啥个我前头走嘛派头大了，侬前头小了，我到跟来前侬走前头。搿倒有句讲句，没动力，我前头走。你走前头好了。让我派头大眼。没个，哎，开金融市，后头吃，销售靠的。哎，等侬讲没，侬哪能垃圾掉下？侬说不良对吧？我搿样子，哎，要4块比我做上山了的啊！
次呢，阿拉是推出了9位女的青年演员，全是青年人，全是青年，那个全是女的了。观众大家非常熟悉的，譬如陈颖啊、洪明华啊，是吧？何以清、沈志军，是吧？有温佩、谢丽雅，还有现在上海戏剧学会尤其定向培养的那个学生，张才红、王伟、李斌，有9位青年演员。那么这次演出呢，伊拉下去半日。伊拉讲那个9位青年演员呢是9朵金花。我看是不是请阿拉张才红来表演《梁祝》里的韦十八戏段，好吧？好，可以。
长亭秋看喜就妙，想不到九妹就是做人才。原来你这个妹呀，做得对。肉酸菜，欢欢喜喜唱起呀！应得叫我花轿早去抬，那应得叫我两兄早下月呀！四九急忙归路财，还不得他自飞到他阿拉上海剧青年院陈颖是傅老师学生，这次伊到香港之后呢，特别排了《阳光》一出。下面阿拉就请陈颖为大家演出《阳光》一出，好吧？王魁见之，贵贼长此。哎，怎么不称夫人嘛？士别几岁经，教应得中，蒙尘老丞相作贼，记着成命。至于新婚难进居呀，但命王总送把银200两，以报延吉2年安稳。毕业莲子愿依归，须将不应愿王魁，只因小在长得女，再相君女愿意。哭。
快才到人间八字命，才指望生死无福与他过，命儿谁知晓自在自灭不自他中了上月就忘了本，他竟该定期再去也做心儿人，孩儿罢了名字，阿拉上海有一个优秀保留节目，通过几代人的努力了，观众是百看不厌。这次到香港去呢，由何以清、谢丽雅演出张火凤和柯林这个戏场，受到了热烈欢迎。我们要来请何以清、谢丽雅为大家演唱张火，好吧？好。
谁是我此？难道还有一个此地不仁吗？妹妹慢走，我知道你不理我，看见我就避开。今天我只要和你说一句话，从今此语就两开手吧，说吧，说两句，你听不听？唉，既有今日，何必当初？当初模样，今日又怎么样？
在演员们的精彩演绎下，联合演出团在赴港演出中的精华内容都得以原汁原味地呈现给了家乡人民。随着上海戏曲界赴港演出活动的增加，沪港戏曲界的交流层次也渐渐深入。可以说，通过两地的良性互动，不仅有力地弘扬了传统戏曲艺术，也进一步促进了两地间文化的合作与交流。好了，观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就该结束了。在下期的节目当中，我们还会播送更多珍贵的电视资料，希望大家还是一如既往的支持我们。